歐洲國家立陶宛最近當咧重新組執政聯盟換總理，外界也關注講，這新政府敢會想要和中國有交叉咧？也因為講有風聲講，因同意中國重新設立臨時代辦處，時間正拄好是立陶宛推動對台經濟合作行動計劃暫時告一段落的時間點。咱的外交部就表示講，這計劃先暫停是因為立陶宛政府當咧改組，也強調講台灣和立陶宛的合作袂受第三方的影響。歐洲波羅的海國家立陶宛2021年同意咱各地的首都設立以台灣號名的代表處了後，引起中國的不滿，甲雙邊的外交戰機講做是代辦。不過最近立陶宛甲中國的關係哪像有變化？有風聲講立陶宛要同意中國重新設立臨時代辦處。希望立方盡早採取行動，果斷糾正錯誤，回到恪守一個中國原則的正確軌道上來，為中立關係正常化創造條件。中國外交部並無直接證實相關的安排，敢若強調要求立陶宛遵守一中的原則，因為立陶宛政府當咧重組執政聯盟換總理，外界關注新政府敢是有想要甲中國改善關係。拄好立陶宛這邊推動對台灣經濟合作的行動計劃，這個時陣嘛宣告暫時打動。針對這點，咱國外交部表示，主要的原因是因為立陶宛政府改組，強調台灣甲立陶宛合作未受第三方的影響。台灣和立陶宛是基於民主、人權還有法治的這個共享價值而成為緊密的合作夥伴。那雙方互設代表機構以來，兩國政府和人民在各領域交流日益頻繁，雙方的友好合作不受第三方的影響。來看台灣甲立陶宛這幾年經貿的互動，台灣對立陶宛一直攏是貿易順差，雙邊貿易的總額佇咧2021年達到1億7500萬的美金，創下高點了後，一直攏真穩定。咱國這邊主要是外銷半導體、電子零件甲資通訊產品去立陶宛，而且咱嘛甲立陶宛買雷射、光學、生技醫療等等的設備。國內的政黨輪替那可能就會對他們的外交的一個態度造成影響。目前呢我想這其實只是一個妥協啦，我們還要看接下來的一個發展。學者分析，立陶宛部分的政治人物主張甲台灣深化交流的時陣，嘛應該恢復甲中國的經貿也有外交關係。不過現此時後面對中國是採取強化貿易方式。在這個立場之下，無認為台灣甲立陶宛的關係會有改變。記者綜合報道。